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邀请阮做伙甲你组织，主阮伫遮甲你相拄，主你开阔阮的心，主你对阮来讲话，互阮主信心，感动阮的心，互阮在座伫遮听的。服侍的，无论倒一个座位所在的阮，主愿路得主你为有的鼓励，一个拢无流失。主，阮多谢你，因为你看重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主，阮多谢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过我以后。有一批人大猩猩发现耶稣的身躯无去啊，有莫大粒的玛利亚、西门彼得，还佫有一位耶稣真疼的门徒。但是为版本嘛写讲，迄位门徒轻轻的带过那一位门徒。莫大粒的玛利亚，伊先看见坟墓的门受刷开吼，就紧紧去找门徒。因为大事不妙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然后伊一直在往外咧哭，伊真艰苦讲哇，耶稣的身躯互人刷走去。后来国外耶稣甲伊咧讲话时阵，伊认出是耶稣。然后伊也照着耶稣的命令，紧去甲门徒讲啥物？讲耶稣过我啊。另外呢，西门彼得甲另外一个门徒。因你去望来了后，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讲，有一位门徒啊，伊看见有抹布加包扎头壳的囡仔放伫遐时阵，伊就相信，真特别咯。看到伊就相信，这算看见国外耶稣，就是他拄仔咱看这段圣经节，就是一群吼。规伫房间内的温度，毋知伫大家生活当中，若拄着有人雄雄撞出来吼，你有啥物反应？相信一定拢是踹一条吼。有当时牧师伫高楼咧行路时阵，因为想要较低调，我拢定定行伫边啊，但是嘛无说你拢会共惊着，因为小出了出来时阵，哦哟。所以你若有互牧师惊到的，牧师要甲伊讲实个吼。若阵讲环境搁较气氛搁较紧张的时阵，任何一个出现的人，也是一通电话，拢会互人感觉真紧张、真害怕。比如讲，咱厝里若有人患病住病院，只要电话一响，咱的心脏就安那乒乓彩吼，特别是若住伫家好病房的时。或者是咱若陪咱的厝里的人住伫病院，当一透早还佫困甲还未精神的时阵吼，听见迄个医生在要来查房的时阵，心脏就安那急速飙高，因为较等的毋知医生解释我的病情会变做是啥款。伫遮即阵门徒因经历着耶稣的受难吼，伊失去了耶稣。其实因的心情有真复杂啊。当国外耶稣显现伫因面前，对因讲愿领平安，相信迄点仔，相信那当下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跟安全感。所以当门徒认出是耶稣的时阵吼，因心内足欢喜的啊。耶稣讲愿领平安。愿你们平安，在希腊文的当中是有2个字来组成，就是对平安甲你来组成。而且这个你的意思是一个接受的状态，是个受格。所以当耶稣在讲愿领平安的时阵，伊毋是干那一句祝福的话，伊搁较是一个动态的状况，意思就是平安归互恁。那亲像耶稣甲平安互咱，所以当咱要接受的人是
要怎来接受？其实真简单吼，那亲像咱咧收到礼物共款，当朋友送礼物互咱，咱的手只要伸出去吼，甲礼物收倒来。所以耶稣互咱的平安，咱的心需要开阔咱的心吼。那亲像手伸出去，然后甲平安接收入来，伫咱的心内。平安的意思是啥物？相信大家拢真知影吼。会当讲是咱身躯真健康，吼，这叫做平安。嘛当讲咱心，也是咱的环境、咱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拢真和平、真和睦，所以这是平安。另外，也是咱的生活环境真兴旺、真丰富，这嘛是平安。所以平安的意思是讲，人进入到一个真健全的状态，吼，伊享受伫心内，伊心内迄阵有平安。但是，搁另外一个搁较深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讲，当人行到生命的终点的时阵，无轻的死亡，是得着救，然后倒转到天顶，伫遐甲上帝享受迄种安稳同在的平安。所以真感谢上帝对咱真大的疼吼，互咱伫世间上，咱会当借着耶稣所讲所做的代志来经历平安。卖当伫生命结束了后，咱登到天顶，永远活迄天顶的所在来享受平安，免惊吓死亡。但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开始明白接受到死亡的时阵，其实拢会真惊、真害怕吼。甚至连小朋友都知道，其实死亡是恐怖的，是不舒服的。有一届一个4岁外囡仔，伊厝里拄着就是阿祖过身，吼，迄是一个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家庭，所以伊有一段时间吼，拢会因为阿祖过身这件代志所办理的仪式吼。是传统信仰的仪式，所以常常问爸爸妈妈讲：天堂是啥物？天堂伫倒位？天堂生做是啥物款？阿祖会阁转来袂？伊嘛捌提问讲：阿祖倒伫遐，敢会阁起来？有一阵仔时间，阿祖的身躯嘛会囥伫厝里，互少年伊的亲戚朋友会当来甲看。迄个囡仔嘛捌拄着就是做伙转去看阿祖安尼，就敢若困去倒伫遐。然后伊嘛问讲：人老啊，拢会囥伫迄死死角角长长迄盒仔内面吗？其中嘛有一届，这查某囡仔就问伊妈妈讲：妈妈，当你老哭哭的时阵吼，我几岁？然后伊会真具体哦，跟妈妈出题目，甲妈妈讲：妈妈。你50岁时阵，我几岁？然后爱算出数字互知。你70岁时阵，我几岁？你80岁时阵，我几岁？你100岁时阵，我几岁了？伫迄几届你困进前，囡仔拢一直会问这个问题时阵啊，会当感受讲，这囡仔心内其实伊是紧张的，伊是会惊吓的，甚至会想着讲，后届啦，爸爸妈妈老啊以后。剩伊一个人真孤单，所以这妈妈伫回应伊的问题内面，讲真侪安慰伊的话啊吼，嘛为囡仔祈祷，嘛捌真正足忝啊，好啊好啊，心内想讲你莫阁问啊，伊就随讲安尼你去问上帝，希望是安那叫伊紧困对无？有一届啊，伫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届，妈妈都想落一个答案，会当甲伊分享。伊有一届就对伊个查某囝讲吼，安尼妈妈吼拍拼活甲老哭足久的安尼吼，甲你做伙陪你啊。然后这查某囡仔就笑出来哦，伊就讲好啊好啊，安尼你就已经变做老阿婆啊吼。然后迄囡仔笑甲遮大声。
但是伊真认真想讲啊，安尼，迄个四四角角阿爸吼，爱买足大诶，才会当啃2个人。因为妈妈你胖胖，大家敢知迄四四角角阿爸是啥物？知好，对对。迄2个母囝就是伫欢笑当中吼，才结束迄个查囡仔迄段时间淋巴接触死亡这个问题，迄种真复杂的心情。然后伊也感受到迄查囡仔心安定平静落来。过一阵仔，迄查囡仔嘛捌搁做一件代志，互妈妈感觉讲哇，真好，伊领受到平安啊。伊搁有一摆哦，甲伊所有用色纸折的作品啊，通通整堆吼，搬出来互妈妈讲：妈妈，这个色纸我会怎，互你摕去送给上帝？反正我若搁要爱，我搁拗就好啊。在座咱敢有第一代基督徒，请举手，互无实在。大家敢知安尼是啥物意思？妈妈吼心内大笑啊吼，伊知影讲啊好啊，这囡仔你甲我要送妈妈做陪葬之物吼。但是妈妈笑了真感动吼，真欢喜，然后就顺着这真平安、真欢喜的气氛，就甲伊的查某囝讲：上帝若收到你的礼物，一定足欢喜的。妈妈看见这个孩子的谈话，从很难过、紧张，到后来他可以很侃侃而谈死亡的话题。他知道孩子体验到地上的平安，也体验到在天上的平安。有时阵咱拄着困难，甚至咱心内感觉行袂过这种迄心结吼，敢若拄着死亡共款。但是咱唔通袂记哩，就是当咱来到耶稣的面前，咱会当天开咱的心，求耶稣的平安能够咱，伫耶稣的平安内面，咱会赢过这个代志。阮都看见国外耶稣，看见伊手的灵魂，因相信耶稣国外，佮加上因耳孔听见，愿恁平安，因的心真平安，真快乐。因脱离耶稣死去迄种艰苦甲悲伤，而且这个平安是真实的吼，因为因知影，因想起耶稣受难进前所对因讲的话，就是讲耶稣讲吼，我实在甲恁讲，我去对恁是有利益，我若无去吼，为造者就袂来，但是我若去。为造者就是信心，就是保惠师会来到恁家。所以对安尼来看，耶稣虽然无继续陪伫咱身边，但是伊嘛是伫咱的身边。因为耶稣差遣信心，继续伫咱的身边陪伴咱、照顾咱，也保护咱，所以咱会当继续过着真平安、真有快乐的生活。接续耶稣啥那讲了，愿恁平安以后，也阁讲，亲像爸有差遣我，我嘛要差遣你。然后阁对伊的门徒来分开吼，互因领受信心。然后阁讲，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恁若无赦免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嘛无得到赦免。哇！唔知咱敢有第一次读到最后面这一段经文？你是不是会互咱感觉讲，哎哟，本道管理遮厉害哦！你会当决定要下面啥，毋是？当耶稣讲愿你平安了，佮讲的一段的话语，是在表示讲，耶稣佮我登到爸上帝遐，但是伊所传的福音会借着门徒继续传落去。耶稣将门徒内面的目睭吼转向外，亲像耶稣受到上帝差遣伊来到世间，所以门徒经历着这样丰富的生命，伊会当阁继续受耶稣的差遣，将这生命传出去。而且耶稣本即刻开，互因接受领受信心，
搁互因这官兵，是因为因要代替，因要接续耶稣的使命，出去互使的时阵，这20所讲的门徒领受圣神，是甲耶稣受洗迄当时啊，受约翰的洗礼迄当时，受到圣神甲快乐，得到圣神甲得到快乐，迄意思是相共的。所以毋是讲门徒伊得到下面了后，就食做圣神的器具尔，是讲门徒接受到对天顶来的快乐，伊得到下做的官兵。所以当咱若行去到真侪人的身边，有人愿意想要来信靠上帝的时阵，咱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当有真大的快乐官兵，甲上帝同工，将人带到平安内面。亲兄弟姊妹，毋知即摆咱感觉咱家己的性命的状况安怎吼？若总讲对0甲10吼，你会互即摆家己几分？不知道你现在的生命力量吼指数如何？从0到10，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力很有力量吗？是几分？咱的心灵有快乐无？有丰盛无？若是有，真感谢上帝，咱咧继续保持，继续成做这属灵性命的巨人啊！吼，若是咱的性命的状态起起落落，甚至有当时咱即马可能也感觉我属灵的性命是软只，但是无要紧，咱会当随时呼求圣神的帮助。因为圣神的工课就是要互咱甲已经转去甲上帝边仔耶稣会当连接起来。圣神是国外耶稣差遣来要帮助咱，来安慰引带咱的。所以当咱伫生活中感觉真忝忝，吼，感觉无快乐，无法度有积极的快乐，继续追求上帝的时阵，无快乐来面对咱的困难甲挑战的时阵。甚至是一种真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觉得生命很无趣，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不好，那种普普通通、渺渺，就是很平淡的那种的生命力、生命状况。当我们呼求圣灵的帮助，圣神会透过咱的呼求，甲咱的信靠，伊会伫咱的生命、甲咱的环境内面来做工。互咱会当伫生活当中活出真做迄真正有活泼、快乐生命的人。这是有一个影片，无需要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影片叫做《耶稣的名永远伫地》，咱做伙来思想咱甲耶稣的关系。Heavenly Father, we love your precious name.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a name is just a word. It can be easily forgotten as soon as it is heard. But one name was spoken before the world's first day, and it will be here when everything that is has passed away. Delivered from the lips of God to Mary's ears on angels' wings, Jesus, Jesus, the word that came to life for us, the song that all creation sings, Jesus, oh Jesus, proudest nations of the earth have come and gone,
dying dream. And desperation reaches out and clutches me when I'm so afraid that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pray. I simply speak it and I feel it, and it chases fear away. Delivered from the lips of God to Mary's ears on angels' wings. Jesus, sweet Jesus, the word that came to life for us, the song that all creation sings. Jesus, oh Jesus, the proudest nations of the earth have come and gone. Jesus, the name lives on. Eternal hope and promise, the ever-breaking dawn. When time itself is over, the name lives on and on. To Mary's ears on angels' wings. Jesus, word that came to life for us, the song that all creation sings. Jesus, sweet Jesus, the proudest nations of the earth have come and gone. But Jesus, the name lives on. The proudest nations of the earth have come and gone. But Jesus, the name lives on. 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看到家咧遛狗散步的时候，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当咱写功课写到真忝吼，写功课写得好无趣，觉得到底人生意义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在你旁边吗？当你无闲淬茶，一困仔爱无闲买菜、洗衫，爱搁洗盘，啊，搁做一项细项的代志，你真压榨的时阵，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当咱咧工作，感觉做甲亲像真拖磨的时阵，安尼工作一天过一天，你感觉哪会感觉无啥物成就感吼？感觉哪敢若互压榨的时阵？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当你感觉你行袂过吼，真困难，即件代志，还佫处理烦恼，大概后个月迄教业的钱数字有够无的时阵，遐真艰苦的时阵，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即个影片真特别吼，嘛真奇怪。通常人的生活，咱即马人的生活，应该是看无到耶稣的形象的。但是即个影片特别甲耶稣的形象放伫内面，一个有形体的耶稣，行入去真侪人的生活当中，陪伴因。甚至搁较奇怪的时阵，搁较奇怪的是，耶稣甲遮人相拄的时阵，明明是伫甲伊讲话，明明是伫甲抱。明明是伫甲看伊的时阵吼，是安怎因的目睭拢无对着？敢若因无看见耶稣伫边仔，但是耶稣讲的话，伊的行动拢对遮的人有影响。亲像下段迄囡仔吼，一直咧看电视，听无着妈妈咧叫的迄囡仔吼，突然间着者安那精神起来，讲哎哟，妈妈咧叫我，紧走来去。一位老师突然间意识到讲，喂，剩迄个
功课一直写袂出来，迄囡仔，我应该去看伊发生啥物困难。当眼皮内面迄有一个人物，伊真艰苦，真艰苦心吼，哭甲泪流满面。但是啥怎伊会转变做，伊心情会转变，开始有笑容，伊思想嘛开始有转变。这每一个转变拢点出讲，耶稣过我的性命，就是信心继续接受耶稣所做的工作。信心伫遐感动遮的人，感动咱，帮助咱、安慰咱、鼓励咱、教导咱。所以伫遐每一个人的转变，拢展现出是信心将咱甲耶稣基督连结做伙的工课。所以，即摆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虽然无耶稣的形体伫咱的身边，但是上帝甲耶稣基督还佫有信心的工作，互咱伫每一天拢经历着伊所享受的平安。而且伫咱的身边嘛有真侪可能亲像遮影片中遮的人的角色，因足需要耶稣的平安。愿咱做伙甲上帝的疼甲平安分享出去。但是大心爱心上有接受到这个平安，是咱家己，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即摆的心，你是毋是嘛感觉甲耶稣的距离真远？感觉家己甲耶稣的关系失去了亲近，失去了甜蜜。亲爱兄弟姊妹，当咱伫每一刻任何一个坎站，当咱需要上帝的时，咱拢会当随时伫遐来呼求耶稣的名，呼求上帝的帮助，呼求信心的同在。亲爱兄弟姊妹，你较无上帝的信心临到你吗？你毋望信心逐工甲你相同行吗？互你快乐，互你担着主平安迄种甜蜜的生命。无需邀请大家，你较无信心，才做你帮助的，咱当甲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多谢你。多谢你手术互阮遮尔大的官兵，手术互阮遮尔好的秘诀，就是信心，诚做阮随时的帮助。祝你甲天父上帝，伫天里诚做阮上大的倚靠，诚做阮上大的保护，也伫天里做工。祝第二的阮，祝你查肯信心，但是去慰累阮。主你的疼，但是去充满阮，互阮透过信心来连接伫主你，互阮但是去担着主甲你同行迄种甜蜜。主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在座的兄弟姊妹，当阮较无你，呼求信心的帮助时，愿主你大大诚做阮的帮助，对阮来讲话，引带阮开阮的目睭，看见主你极大的作为。主多谢你，愿信心时刻感动，甲阮参加伫地。原来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